加三成，三成，一加三成，佢連續食咗隻腳啊！你應該更加大力演翻住個喉嚨，就算同歸於盡都要我斷你先。係你斷你先啊，我斷你先啊！大家好，歡迎收睇 A&D Channel。自從4月頭特朗普搞咗關稅出嚟之後呢個全球嘅新聞每一日都係圍繞住呢一個 topic。咁唔知大家有冇聽厭呢？至於中方同美方嘅爭持，最後係點樣解決呢？我今日就唔會同大家分析嘅。我只係發現原來喺2009年嘅巾幗梟雄啊，16年前都有類似嘅情節同埋橋段，啲對白仲超級抵死添。咁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嘅，講少少巾幗梟雄嘅 background 先。呢一套係2009年開始首播嘅，監製就李添勝，當時嘅平均收視都有34點，到大結局仲誇張啊！平均收視係42點，最高達到47點。而家真係冇可能做到啦。好啦，唔講咁多啦，即刻俾大家睇下剪輯咗嘅片段啦。我哋青幫兄弟啦，佢嗰位老闆運米運咗10幾年啦，總算順風順水，冇耽誤過各位老闆生意喎，亦都冇加過漕運費，所以咧由下個月起冇辦法啦，加三成，三成，一加三成，佢食咗人隻腳啊！咁搞落去啊，我哋邊有錢賺啊？大家請執都得啦。我哋有我哋嘅難處㗎。嗱，10幾年前咧，我拎千幾人出嚟啫，就幫大家搞掂晒漕運啊。而家我有3600幾人頭食飯㗎。總之唔可以加漕運費，唔可以，一定要加三成。如果大家唔肯加嘅，自己揾船運費啊！嗱，4人啊，柴狗，呢個嚟做咩？阿爹，我啱啱想出去做到柴狗，佢話佢有辦法解決我哋而家米鋪嘅困局喎。係啊，我有少少預見。柴狗，咁你諗到辦法咩？柴狗，點解你會咁諗到咧？老闆啊，其實點解咁肆無忌憚一加3成咧？好簡單嘅啫嘛，因為佢知道佢捏住你喉嚨啊嘛，佢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對付呢種人咧，只有一個方法嘅啫，就係自己行條路出嚟，話俾佢知，我哋行陸路一樣得，我哋唔使靠佢。老闆啊，雖然話咧彭捏住你喉嚨嘅啫，嗱，其實講真啦，你諗下，其實你都捏住喉嚨嘅噃。嗱，你唔幾米佢話佢3000幾個手續即刻冇飯開，仲有啊，佢嗰啲船要彎晒到養老鼠啊！老闆，我走埋嗰陣成日同人搶嘅時候，我打過好多次交，我知道咧，原來同人打交咧，唔係講邊個大隻嘅，係講邊個唔怕死，唔怕死都就贏噶啦。嗱，而家佢捏住你喉嚨啊，你應該更加大力演翻住個喉嚨，就算同歸於盡都要佢斷你先，你唔好縮頭烏龜咁唔得㗎。好，捏住個喉嚨10幾年，我而家捏翻你轉頭，我才要俾你口啊！係你斷你先啊，我斷你先啊！如果大家中意呢一條片嘅話，記得臨走前俾個 like 我，留言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咁我哋下一條片再見。